好行双线北港虎尾线，我们特别呢就是定制了一个朝天宫为主题的这个就是与神同行的巴士。那从今天开始启动，那希望呢就是说大家对于就是来云岭玩呢有很明确的主题，那尤其是来北港朝天宫来朝圣，这是一个全台湾大家都是觉得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好行也是希望用CP 值最高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在云岭好好的体验我们的人文历史，还有观光跟美食。那这段期间呢，一直到1月31号，住云岭抽汽车这个活动还在持续，所以希望呢大家搭好行来住云岭，然后抽汽车。谢谢。北港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城镇哈，那我们北港朝天宫就是一个指标啦哈，它就是一个全世界都有分灵全世界的一个宗教圣地的一个指标哈。那我们北港这边哈，虽然是一个小镇哈，不过是一个古镇，那也充满了文化，然后还有很多巷弄文化哈，值得大家哈慢慢去品尝。经营的这段中间受到北港妈祖的保庇所以一切平安顺利，大家都再一位感谢咱妈祖。那个处长有报告讲我们今天开始这个台湾好行就跟与神同行。祈福小礼袋，那我们先来赠送我们的祈福小礼袋，它里面呢有我们的传统大饼，还有我们 AIT 的小方巾，还有等等系列的好礼。也希望呢各位现场的长辈们，还有我们的游客们，都可以搭载妈祖满满的祝福。那里面呢有我们的观光景点新楼毛巾 AIT 的小方巾。那我们要先看一下中。